全國 KTV 已經執咗7萬間，由2015年超過12萬間 KTV， 到2024年連5萬間都冇，平均每日有20間 KTV 執笠。00後唔去，90後唔去，連80後都話唔去。依家仍然存活嘅 KTV， 基本上都係由60後、70後撐起。有胡菊花茶唱足一個下午。2020年口罩事件爆發，導致 KTV 行業客流跌咗80%，營業數據蒸發過半，團購內卷，租金飆升，版權收割，連錢櫃、加州紅、堂會、活力無限都撐唔住。KTV 呢一樣曾經中國人夜生活嘅天花板，點解喺短短幾年一夜沉沒？唱 K 係點樣由朋友圈撕毀，淪為青春遺物？你上一次唱 K 係幾時？仲記唔記得第一次唱邊一首歌呢？讀書時期，每逢星期六同3、5知己拎住支咪，食住自助餐，輪流唱到沙啞。有冇發現呢一種感覺已經好耐都未試過呢？ KTV 呢一樣曾經等於夜生活嘅代名詞，依家無聲無息咁樣消失咗。喺千禧年前後，約人出街唔去唱 K 簡直係冇誠意。中學生畢業都要包一間房唱足一晚。公司聚會食完飯，下一輪大多數都係唱 K。錢櫃、好樂迪、活力無限、堂會各大品牌如春筍般湧現。以前 KTV 開喺繁華地段，裝修堪比5星級酒店，音響靚，服務員正，K 房燈光專業，唱浮誇嗰陣簡直係有舞台 feel。巔峰時期，全中國有超過12萬間 KTV， 隨便一個鎮都有3、4間。而依家點解唔見晒？講真， KTV 並唔係突然之間消失，而係慢慢唱死自己。第一樣要數嘅就係00後對 KTV 唔感興趣，佢哋覺得冇必要嘥咁多時間，咁多人一齊混喺一個密閉嘅房間唱歌，有時候仲會好尷尬。依家娛樂多元化，唱 K 對於佢哋嚟講就等於90後睇長輩跳廣場舞嘅嗰種隔世感。第二要數就係2020年嘅口罩事件，首當其衝影響嘅就係 KTV， 密閉空間，多人聚集，樣樣都踩晒紅線，好多 K 房一年開唔到2個月。到2024年，全國剩低唔夠5萬間 KTV， 比高峰時期少咗7萬間。第三要數就係經營成本飆升，以前團購帶流量，依家團購變賤賣，版權費收得貴，曲庫要更新，裝修要翻新，一搞就100幾十萬。再嚟就係服務體驗都跟唔上，音響越嚟越差，冇新歌，服務差，飲品貴，食物難食。你以為唔中意唱 K 嘅新世代就係宅男宅女 ？No no no 啦！密室逃脫、劇本殺、桌遊店、咖啡館、迷你 KTV、Live House， 通通搶晒夜生活嘅位置。而迷你 KTV 10蚊唱2首已經過足癮，唱完繼續行街。一個陪住你由青春到成年，由失戀到追女仔嘅地方，喺你未察覺之下，已經變成時代嘅眼淚。其實 KTV 死唔死，未必咁多人關心，但係佢代表咗一段可以用一支咪講心事、發洩、開懷大笑嘅集體記憶。咁呢個行業仲有冇未來呢？係有㗎，因為唱 K 文化依然喺度。新式 KTV 應該主打輕車風，吸納中高端客戶，沉浸式體驗，或者變身自助唱 K 無人倉，數碼開倉，唱完走人。咖啡館附帶 K 歌小房，輕社交場景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下期想睇乜嘢？可以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